國家富西農產品加工技術研發專業中心大灣區聯絡處於3月18日下午於珠海昔日和宴舉行富西產品推介交流會，將富西產業鏈延伸至深合區、葡語國家以至海外市場，拉動本澳大健康產業發展。國家富西農產品加工技術研發專業中心大灣區聯絡處主任劉宏輝指出，選擇珠海作為灣區首站，看中澳珠聯動效應，可協助富西產品取得國際認證，並透過中葡平台進入歐盟市場。珠海豐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林俊逢表示，澳門社會注重生活質量，富西產品抗氧化、增強免疫力的特性，與特區政府推動的全民健康理念高度契合，未來或與大灣區酒店合作推出特色養生套餐。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傳承促進會會長溫海珠表示，餐廳不僅由香港名廚主理，更堅持採購澳門特色農產品，利用一中心一平台，把富西技術輸出至葡語系安哥拉、巴西等農業大國，料合作空間廣闊。昔日和宴負責人陳國強現場演示富西系列創意菜式，讓更多人品嘗到富西美食，提升對西的認識，享受健康生活。為自己健康是美德，為別人健康是功德。耶！